早晨，我叫林日豪。今日咧，我想介紹呢本書。佢個名叫《快樂的一班》。佢有8隻同學，佢哋有貓頭鷹老師，跟住咧小狗咧就舉起手問老師，因為小雞咧係咁吱吱吱啊，跟住小狗唔睇到書啊，所以小狗舉起手就問老師啦。跟住咧到呢版啦，佢咧舉起手，兔仔舉起手問老師，因為獅子個頭，佢啲頭髮攣攣攣啊，佢個頭太大啦。跟住兔仔就舉起手問老師，可以問老師可以問獅子坐後邊啊。跟住到呢版，跟住小豬咧感冒啊，佢流鼻涕流到落啲玩具度啊，好核突啊！佢問老師，舉起手問老師，跟住咧小馬同小熊咧舉起手問老師，可以問小豬抹咗啲鼻涕佢，跟住 Thank you。